我君话，大道无形，性欲天地，大道无情，分行日月，大道无名，供养万物，我不知其形，供名佛道，福道者，有清有毒，有动有静，天清地毒，天动地静，南清入毒，南动入静，万本离我，而生万物，清者独之源，空者真之体，人人相清净，天地色界归，故人心好清，而心要静，人心好静，而欲天齐，相明天地欲，而心自静，平其心，而心自清，自然了欲不生，三毒消灭，所以不明者，为心为定，欲为骗也，偏骗之者，内观于心，心无于心，外观于言，言无于言，观观于物，物无于物，三者亦无，唯见无空，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，所空亦无，无亦无，无亦无，当言相即，即无所即，欲必有心，欲必不生，即是真情，真常应物，真常得性，常应常静，常清静意，如此清净，正入真道，意入真道，名为必道，虽名必道，实无所得，为化众生，名为必道，名无之者，可传性道，可分法，上师无精，下师好精，上得不得，下得即得，即得之者，不明得得，众生所以不得因得者，唯有妄心，亦有妄心，即见其实，亦见其实，即着万物，亦着万物，即生贪求，亦生贪求，即是烦恼，烦恼无相，忧苦心生，变则毒药，流浪生死，伤贫苦害，应是真道，真常之道，无者自得，亦无道者，常清净意。哦，你念出去。唯有妄心的唯啦。因为的为。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唯有妄心。因为为。唯有妄心哦。原因啊？不是因为为呢。什么呀？唯有妄心啊。我看这边。为啦。应该是为这个为啦。应该是没有迄个意思应该是为啦。因为的为。为的意思就是伊原因拢是互相心呐。不是。伊原因呐，原因是什么？啊，你若为意思甲为意思都无共款。因为的为啦。迄个照潘叔咧讲的意思。为因为的为啦。有啦，伊即摆讲的意思我知影。因为讲原因啦。有啦。
先啊，讲你若对有意就是形有形改啊，作有有。伊意思交有伊的意思，我无对对，讲伊爱读话啦，话啦。所以讲吼，音唔对，音唔对吼，意思就差足济。而且台语就是安尼读啊，用台语来相字就写做。日本的比例不过真英文。啊，过39页第一章，所以不能食微心未冰玉未欠的。39页第一章，39页第一章。人别个版本写话，因为话。你国语是话啦，话心话。台语的音拄相共啦。对，你台语的音拄相共。好较近好记，好较近好记啦，记。